中国配偶也是这南投县进前议员苏雪燕去予内政部依照违反国际司法解除议员公职。今日苏雪燕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甲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邱水正等人讨100万的赔偿。这苏雪燕伊是主张讲，袂当用外国人适用的国籍法要求伊爱放弃伫咧中国国籍。不过陆委会也强调讲，这中国人毋是咱的国民。 大声话口号，将南投县中配议员苏雪燕进前予内政部以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公职。不过苏雪燕批评中国方面无可能予因放弃中国籍，台湾嘛无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伊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行政诉讼救济，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邱水正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求偿100万。现任的这些的长官，他们带头在做违法违宪的一个动作，来霸凌陆配的一个参与公职的权益。大陆地区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啊，但是他还没有国民的地位而已啊。陆委会故意不跟你讲清楚，故意跟你扭曲，然后呢，制造出一个什么，你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但是苏雪燕讲，大陆地区人民本来属有咱国人民，并不是外国人，是相关单位错误引用国籍法。陆委会彻查已经反驳，强调大陆地区人民并不属有中华民国国民。宪法23条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国民。大陆地区人民，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大陆地区人民本属我国国民，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可以参加健保啊。 但是就没有。但是移民署已经向上万的中配甲中配二代发出通知，要求摕渎职证明文件，安尼无要注销台湾户籍。海基会表示已经甲派卡手应对真济资讯量，嘛会加强宣传陆委会宣布的4种类型解脱方案，包括去中国恐惊有人身安全记录的人，也是重大伤病行动不方便的人。104年1月7日开始，无去中国的人，伫中国出事就返来台湾定居，而且主张毋捌伫中国 失职，经过主管机关认定的，就会当用签保证的方式代替。记者综合报道。